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天气。冷气团伫咧昨昏开始落南，今仔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北的石碇仔，干那9.3度，会影响到即个拜三。那另外一波冷气团拜五会到位，这强度会比这波还阁较强。受到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中部以北也降到13、14度。这波大陆冷气团将会持续影响到周三的清晨，周三白天到周四，大陆冷气团逐渐的减弱，不过很快的在下个周末又会受到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影响。那在大陆冷气团影响期间，夜晚清晨都比较偏凉。气象署讲，冷气团继续影响到拜三，延过拜五开始，又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来，强度可能更加强、更加冷，提醒民众爱注意低温。另外，这个方面也带来中国空气污染现象。环境部讲，昨日暗时方面南下，会带来境外污染物，影响台湾空气品质。全台甲离岛17个空气品质是到感觉是个顶好。PM2.5受到影响呢，可能会到30到50微克每立方公尺的这个等级，达到橘色的这个现象，由北到南受到影响。环境部强调，已经通报地方环保局提前来启动应变的做法，对着大型工厂强化防治做法，也提醒民众在这段期间尽量较莫出外行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啥款呢？因为冷气团到位的关系，各地低温差不多12度至16度。咱做伙来看温度。台湾各地甲离岛天气是侪云到好天，敢若有东半部有的所在会有短暂雨。不过明仔载，食方便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甲大台北地区水汽会增加，有的所在的雨会较大。那西半部的山区嘛会有阵雨。今年咱台湾的灯会办伫咧桃园，这2天的天气是真好。拜六礼拜有260万人去看灯会，不过因为人伤济，机场坐温人是塌塌甜，规个袂顶袂动，甚至有人赶袂赴去机场搭回轮机。工作人员徛几排，看到游客花紧随引导进条，一切追求更高准。2025年台湾灯会伫桃园开办，为 A18、A19 2个场地串联。第一个礼拜日，就算是天气蒙，为下到的一直进条。对，昨天晚上好像蛮多人的，不要那么挤啊。然后现在附近晃晃看看，然后晚上天黑了之后灯亮了再过去看一下这样。本来想说有考虑要不要来，可是又想说难得，今天看起来还好。可能有早一点来啦，所以等一下要赶快回去。不少民众提早到场，工作人员也神经病案，都因为前一暗，那人太满线场也踢到，敢若记者出站至少半点钟起跳，甚至旅客赶袂着班机，市府昨日紧急应变，协调增加机场排班客场车，机动调度客运专接车到第2航站，出境旅客会设置机制优先通道，专人引导协助。现场也提供绿色通道，同时有工作人员举牌大家都可以随时呼唤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前往机场，他们就会协助旅客来前往机场顺利来乘车。机场这份实施4大改善措施，增派现场所得人力，为原先250人增加到270人，每点钟增加8个卡班车，平均7.5分钟都有一班车来去，出入站简化，东门定开。另外，也有12点了后，各开2个转接路线。昨天已经破了机场捷运单日最高的运量，来到27万多人。那这个比整个跨年加演唱会活动的人潮还要更多。今天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整个疏运活动就看比昨天更顺畅了。记者分析，昨日中昼经过改善交通状况已经有好起来，台湾灯会也予记者疏分进出车处，创史上上悬，各界严加疏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伫台东，遐有真侪野溪温泉，因若伫金轮溪最近嘛出现温泉，是啥袂少游客来遮浸。不过，若是浸野溪温泉，都要特别注意，溪水有当时可能会熊涨起来。除了都要注意安全，官府嘛禁止民众把车驶去溪边。台东县太麻里乡金轮溪15年前无落溪洪灾了后，野溪温泉互抢落来的土石带起来，消失真侪年。去年有民众陆续发现溪内又搁出现温泉，而且因大石头四边形成一个温泉水池。即马起，袂少民众和游客来泡免费的野溪温泉。就是推荐的啊，所以来这边野溪来泡看看。
真不错，这部落很特别。关府水利科表示，金轮地区的温泉水位并无变化，溪流会浮出温泉，可能是这几年山区落雨，强调溪床的土少，而且河流水也变济，代表的温泉水对溪床的芳浮出地面。不过泡野溪温泉，若准拄到山区大雨，溪水沉流会有危险。即马天气当咧寒，泡野溪温泉的民众增加，关府已经打临时的公告，提醒民众爱注意安全。民众要去戏水的话，我们目前是没有相关的规定可以去禁止的啊，但是我们会在相关的进入的路径去设置相关的告示牌，提醒民众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关府也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为着泡免费的温泉塞车入去溪床，若无按照水利法规定，会罚2500到5万块以下罚金。另外，也呼吁民众爱有公德心，把粪扫提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宜兰县原住民事务所一个姓林的所长，涉嫌假冒一个乡公所的女科长性骚扰。这个科长指控讲，伊去互伊为后壁染地染2届，而且各界蒙刑砍。宜兰县府判定性骚扰成立，该记2记新界。另外，这个女科长嘛告这个嫌犯强制猥亵。一审的法官认定伊犯强制罪，判6个月，会当易科罚金18万。来看中国时报，中型高教机15因为伤病的发动机失效摔落海，加在飞行员跳伞互救起来，今仔日可能会出院。若飞行机的残骸，国军甲海巡持续派人力伫咧敲找，到达也无人会发现。另外，汉上这几天要是会交3只中型高教机予空军，月底会各交4只。甲去年万交的7只拢保护条，未受事故影响。过来看联合报，有风声讲 Intel 要甲晶圆代工服务部门分出去，台积电伫咧美国政府的要求之下，会持有其中2成的股份。台积电讲市场的风声因是无要评论。另外，即嘛传出讲要引进普通甲高通等等美国 IC 设计大公司来投资，要来开创合作的模式，协助 Intel 搁再爬起来。嘛要来振兴台湾联发科带头的 IC 设计业者持续扩大，像美国企业的胜利。继续来看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针对台美的关系部分的内容，本地声讲未支持台湾独立，即马应该这个字改做是希望两方用无压迫、人民会当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另外讲到挺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美国即马的口气嘛搁较坚定啊。美国国务院13更新伫官方网站的美台关系现况内容，宣布美国无支持台独这问题，新增加其他两方分歧应以无相协迫，两方人民都会使接受方式来解决。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语气更加强，也伫美中关系简介页面改用强硬的讲法，批评中国操纵颠覆国际组织。文字内容正面有我，反映台美紧密友好的伙伴关系。外交部长林佳龙欢迎相关内容，展现对台美关系的支持与正面立场。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掀起关税贸易战，也点名台湾抢走美国晶片胜利。总统也强调，这是只揭示台美关系新方向，会扩大对美投资。白宫官方网站随即甲台湾讲要扩大投资，直接列入川普这礼拜政绩内底。他是会想要把台湾的问题跟美中关系之间的互动做一个脱离，你北京都会要求我美国讲一些你北京想听的话，不一定是符合美国本身的一个既定的政策。学者认为，美方态度永远伫有春秋的无清楚空间一种政策大格局之下，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无改变。因为川普上任了后头一摆，美日韩3国外长会议15发出联合声明，国在讲反对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并且新增加支持台湾有意义国际参与的讲法。咱外交部表达感谢，国防部更加证实，加拿大巡航舰渥太华号16通过台海。加拿大巡防舰一艘今天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通过海峡期间，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适切应处。中国对台军事威胁不断，加拿大南天通过台海时阵，国防部也掌握到共军16载起派出战机甲无人机24架次，其中18架次超越海峡中线，进入咱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配合中共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今年已经总共实施过7摆。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看，为国冲当选民众党的主席张惠仪带领党公职做一日台北高雄的训练。所来伊的挑战包括2026大选的布局、不分区立委条款。
另外，针对总预算案，魏国昌是各一届积极讲调野协商面地方向面向的定位。因那民进党是认为讲协商若是无成，行政院提福利这是难免的，呼吁到时拿白都要接受福利。Keep pushing， 永不放弃。化口号加党公职同齐集训，15都当选主席的黄国昌要成接前主席郭文地意志，继续拼一100个行。黄国昌胜选了后的挑战未细，包括2026年9合一大选布局，加郭文地是党内不分区立委设置的2年条款。2年条款，还是未来2026年地方选举选战的布局，我们会透过党内的程序。继续延续着柯文哲主席的理念。郭文地父亲15暗个传出病危，16透早郭文地伫介护之下赶去新竹探视。黄国昌表示尊重郭家人的文书，会提供协助。也毋过，心惊立法院党团总调的黄国昌，拿党来挑战立法院18总预算，会个调也协商。黄国昌针对三读法案，又个协商的法定定位高度积极。可能在这个行政院跟这个柯建铭总召，甚至后面赖清德总统心中，这一年就是一个大罢免年，总预算3读后还要协商的事情，最后导致的结果，我是相对比较悲观的。朝野协商其实是一个机会，应该要好好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把总预算案整个全部来重新检验。那最好的方法就行政院提复议，那立法院应该要接受。南亚立委对协商感觉悲观，也毋过肯定韩国瑜用心。另亚立委认为，若协商破局，行政院一定搁提福利。总预算案强调安全化解犹太调亚地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国际消息，咱要来看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是真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和谈的进展。美国讲会甲罗西亚、乌克兰做伙伫咧沙烏地阿拉伯来谈判，而且袂互欧洲国家参与，因为美国的态度暧昧。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希望欧洲会当成立武装部队来对抗罗西亚的威胁。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伫就是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会议的期间，甲欧洲各国领袖，包括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芬兰总统斯塔布会面。芬兰承诺会伫俄乌战争好弹的时阵，提供乌克兰援助。The idea is to give Ukraine political, financial, and military support to begin whatever negotiations begin, whenever they begin,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美国是伫提出爱乌克兰用稀土换经济甲军事援助了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表示，拒绝签甲美国的扩散协议，因为内容并无保障乌克兰的利益。It's not in our interests today, not in interests of sovereign Ukraine. Вона не захищає, вона ще не готова, щоб захистити нас, наші інтереси. Для мен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第二，外界关心俄乌战争好弹的进度，除了美国以外，G7国家外交部长拢同意继续支援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加上大压力，协助乌克兰达成英国和平协议。美国众议的外委会主席迈克尔萨迪这时阵透露，乌克兰谈判如果会由美国官员伫沙烏地阿拉伯、甲俄俄双方的代表展开，而且拒绝欧洲国家参加，引发欧洲各国反弹。And that's a bit different formula, and therefore. Yes, we need to be in the room where negotiations will be,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as well, and we are going to be a part of it. 对此，泽连斯基伫安全会议面顶认为，伫美国支持的不确定性，啊个俄罗斯的威胁之下，欧洲国家必须爱替家己的安全建立一支属于欧洲的武装部队，和欧洲的未来由欧洲人家己决定。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来关心奥地利发生伫咧街仔路有人乌白杀人，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的事件。目前在地官员16个时阵讲，这个案件甲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牵连。涂家警分别扣起来范围，就是14岁青少年伫咧路的被随机抬死的现场，并且真侪蜡烛卡片表示哀悼。当局讲，这件攻击案甲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系。Ein islamistischer Anschlag mit IS-Bezug eines Attentäters, der innerhalb kürzester Zeit sich offensichtlich, so der Stand der Ermittlungen, über das Internet online radikalisiert hat. Und wenn ich sage anlasslose Massenüberprüfung, dann gibt es natürlich spezielle Zielgruppen, rechtlich uns weiterentwickeln, damit die Polizei, die Behörden, der Staatsschutz, der Verfassungsschutz, auch die entsprechenden. 警方讲，凶手已经被抓到，是来自叙利亚23岁查甫人，无前科，提有效的居留许可，
伊的庇护申請也搁伫咧走流程。案發進前是一個普通人，即馬被指控殺人加殺人未遂。Durch die Straßen laufender Mann am Hauptplatz in Villach nächst der Traustadtbrücke wahllos mit einem Klappmesser. Ein Zeuge sah den Vorfall und entschied sich einzuschreiten. Er rammt mit seinem PKW den Täter und hat so vermutlich Schlimmeres verhindert. 移民的問題伫咧歐洲愈來愈敏感，有一寡歐洲國家具有的政治人物要求開始進行遣返行動。奧地利即馬正對庇護法伫咧進行全國辯論。去年的選舉，具有的自由黨第一名贏，不過因這個黨無法度做聯合政府，和總統范德貝倫正伫咧考慮是毋是要召開臨時選舉做少數黨政府，或者是邀請其他的政黨加專家團體做政府。自由黨黨魁基克就趁這邊台灣案的機會，講奧地利就要嚴厲鎮壓庇護。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譯。在印度的大烏節是在地真大盛典，每一屆辦攏有真濟人會去參加。不過，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因為有2台火車慢分慢真久，歷史月台在等車的人真濟，大家相爭要上車，發生人打人的事故，目前知影至少造成15個人死亡。車站內底因為火車嚴重慢班，民眾等車等甲坐咧塗骹，個人歸去倒咧困。印度新德里一個火車頭，當地15暗時8點左右，因為有火車嚴重慢班，互伫個月台等車民眾洶洶增加。等甲火車到站了後，出現民眾小錢要進入車廂的狀況，發生燒起燒殺事故。2 ट्रेन का डिले होना और कुछ एक्स्ट्रा क्राउड और पैसेंजर का फुटबॉल, उसके कारण ऐसी सिचुएशन हुई कि थोड़ी सी गैदरिंग ज़्यादा हो गई इन कम स्पेस में, तो उसमें कुछ लोग इंजर हुए। 綜合外國媒體報道，等車民眾攏是要去大烏節舉辦的地點普拉雅格拉吉。2個火車由無同的月台進站了後，2個月台攏發生人潮傷過客、燒毀燒殺的事故，包括3名兒童，造成超過10人死亡。這嘛是今年印度大烏節在正月29發生燒毀燒殺事故，造成將近40人死亡了後，佫一擺發生同款的狀況。15 लोग तो आधिकारिक तौर पर मृत पाए गए हैं, उनको मृत स्थिति में ही लाया गया है। उनके परिवारों को सूचना भी पहुंचा दी गई है। तकरीबन उतने ही इंजर्ड लोग यहाँ पे मौजूद हैं। 印度總理莫迪知影消息了後，在社群媒體 X 發文哀悼，望雙方早日好起來。在印度鐵路部長維什納嘛下令調查事故原因。公視新聞台是同編譯。若要去英國旅遊的民眾，都要注意啊！即馬英國實施電子旅遊邊境，若是入境或者是轉機，攏愛申請。目前英國政府講，這個計劃目的是伫咧加強邊境的安全。對倫敦希斯羅機場入境英國的旅客人真多，希斯羅機場的總客運量佇全世界機場內面排第5名。不過，即馬若傳要去英國耍，或者是對英國轉機的民眾就要注意咯。英國嘅電子旅遊憑證已經開始實施，英國要對包括台灣等幾60個有短期旅行免簽證台戶嘅旅客收10英鎊，差不多代表410個嘅憑證費用。互旅客2年內每一遍入境上最停留6個月，就連囡仔甲幼兒也同款，攏要提前伫咧網絡頂申請辦好。英國政府講，申請憑證的目的是要加強邊境的安全。You can see who's coming in, probably know when they're coming in and why. Because I think I had to answer why I was coming. I'm studying abroad as my example. But I have no problem with it. I mean, it makes sense. I think we have something similar like it. I also feel like it could lead to some problems with like discrimination and stuff I'm seeing. But yeah, I feel safe. 根據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個提海外護照的英國公民也適用。因故香港媒體講，有民眾伫咧網絡頂申請時陣，發現若是提特區的護照，會被列做無符合資格，或者是就愛寫中國護照持有人的選項。另外，因為參加政治活動被關超過1年的香港人，就算有英國的海外護照，申請的時陣可能會被拒絕。有旅客講，雖然申請真容易，也是有愛改進的所在。It was very easy to fill out the form. My only quibble would be that when I selected the country that I was applying from, I put Canada, and it told me I had to pay in US dollars. 另外，根據北愛爾蘭官方的統計，海外旅客伫咧2023年和北海帶來2億1,000萬英鎊，超過代表84億的收入，差不多7成來北愛爾蘭的旅客是對愛爾蘭入境。
因伫结束行程了，未搁再坐船或者是坐飞机去英国的本岛耍。北海政府希望中央政府会当甲北海排除，唔免申请凭证，才袂互旅客因为爱加纳凭证费用，归去就袂来。伦敦希斯罗机场也反对申请凭证，因为会互过境的旅客变少，对经济成长无帮助。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罗比奥上任了后，头一届访问中东，去甲以色列。纳坦雅胡讲，以色列甲美国对安怎处理加沙走廊的问题看法同款，而且俄罗美国总统川普对当地有真大的愿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明仔载会讨论加沙走廊后一个阶段停火的事项。来看西非的马里有一搭进前由一间中国的矿产公司营运，而且已经无咧使用的金矿场。15日时阵发生崩塌的事故，目前知影已经有40多人不幸死亡。来关心南韩釜山有一间饭店，原在今年顶半年开业，当咧施工，14早起煞发生大火，造成6个人死亡，27个人轻伤。因为这个承包商并无替工人投保工伤的保险，所以嘛引发争议。镜头转来咱国内，伫新北市万里国中顶日办教师的争取。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伊知影讲，伊考无调了后，竟然是打电话给校长，讲要伫咧学校的门口放炸弹。隔两天，警方随抓到人，而且嘛已经甲伊移送法办。平静的校园生活竟然传讲有人抢劫，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最近参加新北市万里国中的公民科代课老师竞选，因为无被老师，竟然打电话抢劫学校，讲要伫咧学校门口放炸弹。校长决定报警处理。他打了第4通电话，他又打来，他就跟我说，他第4通他跟我说，我忘了告诉你，我再补充一句话，就是说我在你们校门口放炸弹，你回去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老师太可恶了，就算你再生气、再不理性，都不能去讲这种话这样子。警方巡线所追查，发现是一位40岁姓李的查甫人，14日伊台北市西门町大的所在抓到人。伊讲是心情无好才会抢劫，毋是真正要放炸弹。不过安尼做已经犯法，警方依照抢劫公众罪，甲伊移送归人地检署侦办。一名40岁李姓男子得知未获聘任，13日打电话给校长，扬言要炸掉学校。我们接获报案后不敢大意，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迅速循线弃案。本来是要做老师，却造成校园的惊吓。姓李的查甫人经过检察官核实了，有领3万块交保，不过因为伊无钱拿保证金，所以检察官改变限制大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伫家己的永和九县道，昨昏早时的时阵发生一件车祸。有一台要进香的游览车，无注意去弄到头前迄台游览车的后斗，是弄甲真大力。当然上头前乌色迄台轿车嘛去互弄到，拢总3台车是造成24个人受伤。公路局嘛要求监理所派人去游览车的公司监督业者改善安全的管理。游览车车头搭伫头前游览车车尾，挡风玻璃碎去。嘉义县永和九县道16早起晚8点发生连环对撞车祸。伫2台游览车头前的乌色轿车车尾也互弄害。当红灯啊，唔知安怎就绑着就去弄到头前。停着，然后我们在讲话，讲一讲就砰一声，我们就飞出去，就整个人跳起来。当咧停红灯的乌色轿车和后壁游览车龙刷回到路口中央，互车顶的人是心惊胆吓。经去了解，事上后壁游览车因为无注意前车的状况，先弄到工团游览车，因为弄到真大力，搁扫到上头前的轿车。真大力，腰都痛。你要去病院无？我带要去。大批警消伫现场协助处理事故，车祸捌造成后壁游览车的驾驶甲随车小姐受困。因为2台游览车载着为台北落南要去北港朝天宫进香的民众有77人，车祸也造成3台车有24人受伤。那部那个游览车有司机跟小姐夹住，但我们都已经将他拖过送医。有生命危险吗？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
救护车将受伤的人送医，好在除了游览车驾驶脚甲手受伤，甲随车小姐的枪卡骨头支去，其他乘客拢是轻伤。警方后手会厘清出代志的原因。公路局协部也要求游览车业者爱妥善处理受伤的人就医甲理赔问题，也请客管监理所派人到业者公司查核安全管理，督促业者改善行车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台中新光三越爆炸案件。即马市府是扩大稽查百货公司美食街内底假使漏摄的情形。另外，这施工造成爆炸的部分，有风声讲施工的工人是派遣工，而且伫咧无通知天然气公司的情形之下，就大主大意甲假使的光线切断。新光三越强调讲，所有施工的包商拢有签约，嘛拢合法。稽查人员提监测仪，伫厨房确定假使工有泄漏，果然发现出现异状。这里有看到漏点吗？从下面看。老师接头后去，抹3分之了后，继续出现铺，好加在下户发现阻断。另外，这一个电手在烟挂也无看的。不要改善，盖子不见了。起步事件过了后，台中市都发局继续稽查百货公司美食街，再来下道分沙路对6间大型百货甲商场的美食街稽查，发现部分欠点，当局要求随改善，若无被依法开罚。我甲指期。新光三越最近当咧做改装清仓，因为市府煞唔知影咧做工程，都发局也提出说明。真的没有办法透过内部的网页跟它相关的一些脸书里面的相关的消费者去知道所有的有没有施工或迁移的公告。受伤的人的状况，包括来自澳门的2岁查某囡仔，目前也在观察，这2日是关键期。其他受地的病院以上面表示，目前伤患状况拢渐渐稳定，也陆续完成转院。其中一位肾腔瘘管的姐姐也出面表示，希望公司会当保障小弟的工作权。我们会担心，但是因为新光三越他们也有保证说，就是他后续的工作。起步过了后，第4日，新光三越代表也向外界鞠躬，制度社也向受难者甲员工致意。赔偿部分除了每一回罹难者1100万补偿金，受伤的人的慰问金也已经发出。后手是以医疗情形来协助。因为外口风声意外袭击新光钢板，亲像是派遣工，新光三越否认这款的讲法。我们所有的施工厂都是我们的签约厂商。签约厂商一定是合法的厂商。0800从成立到现在，我们到昨天6点115件。新光三越表示，目前补偿甲心理支持拢在继续进行。另外，外墙落去甲受损老残也会等检调调查工作告一段落了后，赶紧来拆除甲善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关高雄分尸的命案，到当时已经找到62块人体组织，这拢是第2案甲第3案的受害者。也若嫌犯因阿所的尸体，也阁有3个死者的头壳碗，到当时拢还未找到。目前上新的进度是有获到一落衫裤，不过这也阁要鉴定，看敢是甲这件命案有牵连。好客衫裤放伫头壳，保护明显小厂灰搭甲红地色不明分裂。报警车危害唱水员趁10楼出日头，天气袂歹，搁再落水落去洗，再去互出一包不明的衫裤。一个塑胶袋。塑胶袋里面是什么？塑胶袋里面是衣服、裤子。高雄连环命案找危害已经来到11天啊，陆续有新人事加的鉴定运河来到侦测。有了启动电的团队连续2天提供最下摄影机甲机械手骨之外协助，退休教授陈文敏也用声呐探测协助警方标出河床顶面奇怪物件。地毯式的扫描然后今天早上又把那个拼图又把它那个基证有展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是把根据这个影像的内涵，就是底床的这个状况，然后来列出了一些可疑的这个位置了。查水人员伫标注奇怪物件的铺表边啊来回细计测，因为经过3天详细扫描，其中2个互成立探测出敢若像圆形物体，不过测了后除了衫裤，其他确定是石头甲光碟片。这个地方搜寻到的一个圆柱体的话，是一个礁石。另外一颗浮标是在这边，然后它疑似也有一个那个圆柱体啊，下去它找起来，它是一片光碟片。由这阵也未找到3名被害人的头壳，加一个嫌犯凶手的遗骸，警方四界里搜，无放过一段线索。10楼总共找到8块人体组织，一块敢若是人骨，甲一块衫裤。后续会交由监测单位来调查，是不是被害人所有的。记者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看有关治安的消息。
在桃园有一间卖木瓜牛奶的连锁店，去有网友爆出来讲，有主管拍影片甲员工用已经烂去而且生果的木瓜假接卖予人客，这个行动实在是真夭寿。目前卫生局是已经派人去调查，若是事实，会照食安法改罚6万至2亿。木瓜放到烂掉或者熟掉的时候，不能丢掉哦。来看我怎么弄。影片内底连锁木瓜牛奶店的主管亲身来示范安怎处理烂去的木瓜，并且要求员工袂使将烂去也是生果的木瓜稀撒，即要把这个生果的所在下掉，也是会使继续卖予消费者。发霉的地方把它割掉，不是整颗丢哦，这都是钱哦。一个讲是前员工的网友进前伫社群平台发文讲，店头拄叫货时阵木瓜是好的，等到水果生果烂去了后，主管要求必须拿下拿片水果味，再搁泡做饮料来卖人客。更加店名5间分店是黑名单，消息爆出来了后，消费者讲会惊。有点担心，就是会有一阵子不会想要在外面就是买那个木瓜牛奶，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也会中标，可能上吐下泻之类的。前阵子新闻很多，很担心食安问题。地处动物科医师警告讲，若是生果烂去的水果，千万唔通食，真可能引发食物中毒，出现吐、落屎这急性的胃肠炎的症状。也来桃园市卫生局已经主动派人到分店来稽查。经现场查核，未见有案内情形。如使用变质腐败的食材原料制作成食品，裁罚新台币6万元以上至2亿元以下罚锾。就算把坏的部分把它切掉，那个好的部分可能有一些浸湿，我们还是可能会吃到一些微生物污染的地方。有一间连锁木瓜牛奶伫台北市有多间分店，台北市卫生局讲会派人去台北市的分店稽查。不过已经有加盟业者认为讲，这网友发文已经严重影响商誉，已经报警提出告诉。也那这总公司到记者结果为止，拢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桃园路德的美福仓库，在2022年3月份的时阵发生火灾，迄当阵是烧甲真大。用3礼拜的时间，才总算甲火拍花。也毋过连带空气污染的问题嘛真严重。在地人遭自救会拍官司拍2年外，即嘛总算是摕到赔偿金啊。毋过伊嘛希望讲政府会当立法来加强工厂的管理。在桃园美福仓涂火灾自救会成员就到立委服务处办理赔偿金的半付代志，因为位伫桃园路德美福仓涂2022年3月发生大型的火灾，连续烧3礼拜才拍熄。后来市府行政裁罚600万，不过却是遭到公司提请数万来撤销。我们球场，我们当然希望更多啊。因为我们那一阵子的生活品质真的很差，出门是不得已，不出门也不行啦。你在家里面也是臭，在外面也是臭啊。他既然补偿我们一些生活上那一阵子的不方便，本来就是要注意啊，对啊，因为你如果一发生那是会造成一些公共伤害的。当时大火产生的高烟甲臭味影响民众生活品质，引发民怨。5号日中山地这邻里的民众组成自救会，总共67人拍这集体要求赔偿的官司，专案拍2年外，去年底伫法院调解的和解来落幕。真的很多加入我们诉讼的民众，大家并不是真的为了赔偿，就是只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么严重的问题，就是空气污染这么严重的问题，还有消防相关的问题，没有人重视。住在这里，然后结果竟然有这样子的空气污染的品质，就很不能接受啊！自救会强调，工厂公害定然发生，考虑真侪因素和解来收场，希望政府能看到成员一路行来遮辛苦，伫工厂管理、空气污染、消防这方面加强立法甲控管。记者综合报道。交通的消息来看，台北市交通局的统计，桥倒摆造成伤亡的人数，18岁至24岁是占上侪。因为65岁以上的比例嘛愈来愈悬。为着要提升交通的意识，今年台北市开放18岁以上也未考驾照的人会当去报名报车路的训练，而且结合驾训班的训练甲练习，一个人上侪会当补助6500块。伫咧路人骑机车，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机车若是出意外，定定拢是肉包铁。根据台北市交通局去年的统计，18岁至24岁骑机车的死伤比例占上侪有22%。为着要互少年家了解安全的骑车技巧和车路风险，今年特别开放18岁以上也未考驾照的民众，通报名总时数5点钟的车路训练。北市所这边有特别在开办
在考照前的道路的驾驶训练。那这一部分就是必须要去搭配申请取得学习驾照，以及你年满18岁这样子的资格，结合着台北市的那个已经有的驾训班的训练，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报名。除了少年家骑机车特别注意，根据交通局的统计，6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机车时常意外，嘛是当年有增加的趋势。该分班的教练表示，根据因的观察，时代咧骑机车上大的问题是定的无拍方向灯，特别或者是真危险的行为。是老人家其实在骑车的时候，对于那个车道线的遵守会比较薄弱哦，就是尤其是摩托车，就是我们车道地面上都有画那个车道分隔线。那摩托车骑乘的时候，其实它在骑乘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偏左或偏右，那甚至是在跨越那个就是白虚线的时候，虚白线的时候，那它其实会没有打那个方向灯，那对于后方来车，其实他就没办法去预判他的驾驶行为。台北市交通局表示，为着要鼓励民众来上车道训练课程，若是结合甲分班的场来训练，一个人上悬计共是通补助6500块。另外，若是65岁以上高龄班的车道训练费用是完全免费。希望透过训练和宣导，通互民众知影车道环境的风险，保护家己，嘛通减少对别人的危害。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即马市面上的广告是百款，是真是假，也是有讲了伤含无，嘛是大家爱关注的问题。根据台北市卫生局去年公布去年食品、甲药品，也有化妆品等等违规广告的统计，红发的拢总有669件，也那这发的金额拢总是7588万，其中各以食品违规的占上多。就是这种拉贝精粹饮，业者讲应利用汉方萃取精华，达到乱用子宫、有防子宫提早老化这疗效，看效医疗效能，违反是案发，互台北市卫生局开发。这是去年食品违规广告，累计再发上这产品，去年总共处分28件，再罚金额高达694万。就会让民众误以为，就是说，它这个拉贝精粹饮就可以改善身体因为寒凉而导致的一些雌激素的问题，月经周期失调、经期症候群，改善不孕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去年113年违规广告查缉，食品广告上多有460件，总共罚5204万。第二是药品、医疗器材有37件，1340万；化妆品有172件，1044万。进一步分析发现，违规食品广告当中，用讲提悬免疫类的是占第一个，第二是减肥散心类，也有皮肤美容类。预防癌症、清肺止咳化痰、治失眠、治疗泌尿道感染、或者什么强筋壮阳等词句呢，就涉及到医疗效能。卫生局表示，一般市面上买食品，敢若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甲热量，无有提升免疫力、减肥散心等，牵涉改变身体外观功效，佫无法度达到预防改善或者是预防疾病这医疗效能。提醒民众买之前，一定要停看听，冷静思考是毋是有帮助。详细看包装的资讯，佮请教医师这专业人员的建议，才袂开钱，佫无效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关健康的消息，根据统计，咱台湾的民众感冒药的情形是袂少。台大病院公布上新的研究指出，若是有 B 型或者是 C 型肝炎的病人，因的血压、血糖甲血油若是较悬，得到肝癌的风险甲死亡率嘛会增加。肝病会当讲是台湾的国病，若是有慢性 B 型和 C 型肝炎的患者，后续肝硬化、肝癌的风险也会增加。台大病院上新的研究发现 ，B 型和 C 型肝炎的患者，若是有肝包油，而且代谢异常，亲像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油、体重过重的状况，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全世界现在有发现一件事情 ，B 型肝已经变少，但是这个代谢症候群引起的肝癌的发生率在上升。医生表示 ，C 型肝炎若是严重，会造成肝硬化、肝衰竭。虽然目前 C 型肝炎大约2到3个月就会使治疗成功，不过若是患者代谢出问题，影响到肝，有可能有肝癌的风险。一般大家认为肝包油是健康的警讯，但是研究却意外发现，有肝包油的 B 型肝炎患者，死亡风险颠倒会降5成左右。像我们的研究，其实有发现脂肪肝
会加速 B 肝病毒的清除，在我们台大医院的病人上面，所以这有可能是进一步导致为什么他肝癌、肝硬化风险会下降，甚至最后死亡或风险会下降的原因。那更多的机转值得更深入的探讨，因为这有可能可以找到可以去治疗 B 型肝炎病毒的一些相关的机转和治疗方式。医生表示，虽然这可能代表一般的肝包油对轻度 B 型肝炎的病毒有帮助，不过实际伫医疗现场，这款人是少数，所以医生也强调有9成的 B 型肝炎患者代谢拢有异常的状况，确实特别注意家己代谢的状况，定期追踪。若是发现血压、血糖、血油体重过重，就要改变食食习惯，加运动，也要配合医师的治疗。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电视风上头，咱要来看伫咧基隆和平岛的地质公园，伫遐有天然的海水收水池，会当若去遐，就会当若看海、若受水。去年这嘛叫做是咱全台湾头一个通过温室气体清查的国家风景区。不管天气有偌冷，基隆地区居民也是有人逐日拢来和平岛地质公园游水，享受壮观的自然风景。和平岛公园嘛发现游水收煞的洗身躯，就会留落来济复杂包装的洗身躯巾、洗头毛巾的塑胶垃圾。咖啡厅每天都会有丢掉的咖啡渣，或者像石花菜，因为我们有卖石花冻、海燕窝嘛，那我们把这些废弃物再把它重新利用，把它加进肥皂，因为其实这都是很天然的东西，那可以把它重新制成这个肥皂，让它可以多一次用途，就是体现循环经济的部分。另外，园区嘛推行共享杯仔的计划，降低产生一阶性的废弃物，伫咧和平岛做工课员工和餐厅业者倒粪扫进前，拢爱先量粪扫量，到阵为检探做记录。最麻烦也最有趣的就是我们要每天量我们的垃圾量，每天产生了多少垃圾，那这些垃圾呢，去转换成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一整年到底产生了多少的二氧化碳气体。一寡小小的改变，展现出和平岛公园对永续发展的重视。历史和平岛地质公园加做台湾头一个通过温室气体搬查的国家风景区。目前的话，就是会跟碳排查、碳减量跟碳中和，就是这3个阶段规划去做一个未来的处理。那目前的话，北关处这边是先以和平岛地质公园这边为优先的据点，先去处理，就是这个所谓碳排查的部分。和平岛公园表示，后一步的计划是推动公园所有餐厅加做环保餐厅，提供无塑胶的食食文化。因嘛邀请游客加入减碳行动，到阵加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基隆报道。来看家己落草的燕山宫，当年伫个元宵拢会放火马，消灾解厄求平安。今年元宵暝因为天气无好，所以延期举办。游客赶快要是现场是闹热滚滚。现场做伙扛着细身火马行头前，地方人员甲地方人士扭着大身的火马对后壁行，准备要去放火马。时辰一到，众人点炮瓦起火，21身火马佮有炮瓦随做火烧起来，场面是非常壮观。太棒了！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型的活动，我觉得蛮震撼的。消灾解厄哦，咱来树平安哦，祝咱遮乡民大家会使出去哦，拢会使来安全哦，就甲这个五谷吼爱使来丰收安尼，这放火马吼，伊会流传落来用是安尼。燕山宫原本伫1月12元宵节要办的放火马，因为拄着落雨的关系，延到15暗时来举办，嘛拄好是拜六假日，真侪爱翕相的民众早就来占位，要记录这特殊的地方文化活动。有点像是嘉义民雄的大市集，还有美感朝天哦，注意的配套的那种感觉。那我们觉得这个流程很棒，非常多人透过摄影的画面来传达我们在地的一个信仰。那这样的一个文化仪式呢，它有一个平安跟祈福，那把福气留在地。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文化传承，让这个精神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也知道。落草燕山宫的放火马是为清代就开始的除役仪式，甲纸做的火马用火来烧，渴望会当甲瘟疫带走，替地方消灾解厄。地方表示，今年延到假日来举办，唔那啥真侪游客，嘛互厝外乡亲有机会倒来故乡参加，希望透过活动继续来传承这特殊的文化仪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台北市有一个民间团体合作台湾语协会，是由一群台语教学资源教师组成的。我哋因是互相交流，分享教学现场的经验，豆豆促成台湾语协会。
这个协会从2003年成立到今，每一年拢会办教学的课程、读册会、文化讲座，免费予大家来参加。因长期注心台语的推广，今年是得到114年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团体奖。迄无啊，滴甲管管啊？厨师的台语呢？台语。中破塞来，你去讲一解。中破塞。囡仔勇敢举手讲出肚内底职业，虽然一开始讲华语，老师又愿鼓励开喙对咧念，也甲伊加分。这是台语老师的日常，只要囡仔愿意开喙讲台语，就爱鼓励。一点一滴的进步，就是台语传承的一个愿望。加学一种语言，咱会当帮这个囡仔伊的生命，加增加足侪光彩。吼，啊，这就是咱要传承的这个使命感。黄进斌是台语教学资源老师，也是台北市台湾语协会理事长。伊一个下课就爱赶紧赶去另外一间学校教册，真侪台语教学资源人员爱兼顾2间学校。这个教职人员有台语专业，毋过无上过师资培训的课程，一开始入去教育现场，嘛拄着困难，大家就互相讨论交流。了后，伫2003年成立台北市台湾语协会。咱入去，咱样要教，咱嘛是会惊。所以因若是要来教，因嘛是会惊。所以咱会提供即个讲，即个过程是差不多安怎，互因会了解，互因会感觉心会稳定。台湾语协会逐年拢会开台语教学课程，也免费开放予教学资源人员来上课。长期为着台语传承、台语教育伫第一线拍拼，也得到114年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团体奖。因用家己的气力，家己做，毋是去甲政府请钱，家己安尼继续直直做。每一个地方上，地方安尼无放弃，基本的其实这个气力嘛就要紧。协会表示，大约有8成的台语老师拢是教学资源人员。台北市台湾语协会这22年来，正做第一线台语老师背后重要的力量。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2月1日就是世界母语日，文化部这2天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在活动当中，有无共国家语言的乐团表演，也有无共族群的好食物。真侪母语家庭拢真欢喜，讲有这个活动会当互囡仔甲大家做伙讲母语。拍摄的少年唱出来台湾囡仔的声音，鼓励大家勇敢找找家己的声音。台下坐满的民众，大家是哪跳音乐哪跳舞。这是文化部为着2月21世界母语日提早举办的活动，号做国家语言生活节。活动进行到第2天，有袂少民众2天拢来报道。阮基本上若是台语家庭，有这款台语的活动，因为无做侪通选，所以基本上有看到拜六礼拜有时间，大家拢会来参加啦。你敢看这是啥？这是什么意思？现场嘛有台语版本的美食刀拖，是用台文字写的线索来问。其实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台文字跟讲解了，讲解全程都是用台语的。有全台语的活动无多啦，而且我感觉即届有一寡电影，还是一寡像这密室逃脱，台语我嘛无啥会晓讲，但是我就感觉这较有特别。因为大部分拢是华语较多，也有来自台湾各地台语册店来摆摊，望台文字会当推广，互更较侪人知。除了有台语活动，这2天的国家语言生活节，嘛有客语、原住民语、手语、妈祖话等等的表演。文化部望台湾各族群的母语拢会当受到重视。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伫法国有一间已经超过200年历史的肥仔工厂。因为现处时黄金、燃料甲成本万项拢起价，不得已伫去年申请破产。不过因的员工是真有心，要替公司来渡过这个难关。为接单、制作，也佮有运送，规个过程是真拼死。希望互这个做肥仔的传统工艺会当继续传落去。工作人员正认真伫咧做，无共型的照顾无形就安尼慢慢好势。这间伫法国绿林地区的肥仔器工厂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1798年创立了，就一直替全世界人客制作精致的艺术品。
不过最近因为大环境的影响，高价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这么40几位员工伫咧赶工，希望这批圣诞节的订单会当救公司。 Cette mise en redressement judiciaire nous a donné vraiment un grand coup de fouet pour nous permettre de nous relancer, de générer des commandes, de nouveaux projets. 农委飞亚器工厂到即马依然伫咧使用景泰蓝技术做手工飞亚器，也就是伫金属的台形顶头成型金属丝为导型，结果再加发动油。不过自从5战争了，澳洲的能源计数一直起，为了省钱，工厂开药炉的时间减少。 即马自接单、制作、运送到销售，拢公司家己包，希望会当增加收入，或这项传统工艺会当继续。Quand je suis arrivée, je me disais que je ne resterais pas plus de 5 ans. Et puis je suis restée parce que y avait le côté familial et puis vraiment artisanal qui m'ont vraiment très. C'est assez rare maintenant. 200多年来经历过几落的家族经营。 农会飞亚器工厂真侪老员工已经做20-30档啊，拄则入来公司的少年人也真有热情，手内摕这个笔墨凊彩，精准的甲飞亚器为着上水的色水加装饰。 On est conscient des difficultés de l'entreprise et on fait tout ce qu'il faut ici pour aider notre patron à aller de l'avant et à pouvoir perdurer dans l'avenir. 为着要救急。 为农家制作这款苗头鸟飞亚器，虽然一身就要$150，不过一时过就收到超过1000张的订单，因为来自全世界的人客拢想要帮助工厂渡过难关，所以来公司阁要找新的合作品牌，要再一遍投入奢华品的市场，和传统的飞亚器有新的面貌。公司新闻牛眼编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4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来看外岛地区。 10度至18度，这2天天气较凉冷，天气民众都爱穿好少。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